free 食個靚早餐，之後就去九寨溝睇風景啦。九寨溝嘅入場券要180蚊，如果你係學生嘅話，記得要帶學生證，因為有半價。我哋嚟到九寨溝。第一站我哋嚟到竹箭海，第二站由五花海開始行。我哋而家喺五花海，覺得樓梯級。我哋仲要拎住一袋。第三站由金陵海行去珍珠灘瀑布。長海因為藏人住喺高原，對海係非常向往，所以佢哋會叫湖做海。第四站由長海行到五彩池。最後一站係由老虎海行去證樹瀑布。拜拜。之後就去睇旅行團安排嘅民族表演，轉到頭都暈。最後的晚餐。到底 Apple 一直手拎住嘅呢個袋入面有啲咩呢？而家逐一介紹。呢個係麵包嚟嘅，雷神包，好大個朱古力包。蘋果啦，佢買咗特產叫牛肉乾啦，係麵包啦，仲有買八寶粥啊、水啊。其實我哋真係帶咗好多物資㗎，因為九寨溝入面好多地方都未被開發，所以佢唔會有好多遊客服務中心同餐廳。地科預告：